我是阿高，今仔日咱要来去谢温休困的所在。哇，这嘛伤酷啊！我要入去看卖。那我们现在来做那个炸汉堡。哪会拢无看到谢温？谢温，伫倒位？哇，原来伫遮！哇，车内底电火光亮亮呢！哇，拢无人，哈哈，真爽诶！耶！哇！安尼倒会休困，真舒适呢。你嘛紧来遮倒会休困，紧来。你看，真水的呢。阿高，啊？我要来洗车，你要做伙无？好啊。哇！亲像你做红毯呢！哇！哇！这阮的停车场有够大，骑脚踏车较方便。哇！师傅足辛苦的呢。哇！竟然伫个遮尔悬的所在检查，足厉害的呢！哇！师傅拢袂惊悬。谢温休困的时阵，互人照顾甲介好呢。哇！谢温要去上班啊！今仔日看到足侪谢温的秘密，足心惜的。